第一棒上武现152公分，65公斤。这球投对当中出去，哇！红不让，红不让来到有够近有够。迄个丢球的瞬间吼，就已经知影讲这粒球用飞得真远啊！拍到滚啊头，有力，真正有力，真正是袂歹。哇！这比赛刚开始3分钟，就讲一支红不让哈，这现场的积分板是1.02分。哇！咱看一下这球哈，等下来看一下 slow motion。虽然咱看到是单北球是第2棒，哇！第一球是好球。这粒球比较开了，甲停到边仔一寡。无这嘛是爱考验着选手的选球能力。对。一紧一慢吼，其实对大家来讲是真大的挑战。可能是拄则迄球红不让的球是为了抢好球数啦。对啊，较紧即马较讲了红不让较稳落来啊。治疗球下驴好球大哈，记一个好球，2个好球，1个歹球。变化球的角度真水。是。哇！这球阮啊对小道传一对 safe， 传了有较慢吼，因为这球小可练了有较接着涂骹较紧，然后较慢吼。头头练啊传到一对嘛。咱来看卖，这球一队裁判看起是认为迄个骹啦吼有离开一队。啊球传来一队时阵较悬，对。即摆一队有人，这球佮拍出去啊，葫芦卜出了界外，记一个好球。即摆起来是这个古正燕高静燕，150公分。下国城杯这个规定吼，投手的球还未通过迄个也都本垒区的时阵。一垒的走者是袂使你离垒的。是，但是你若到 U12的这种的，爱小可离垒是会当的。这看规则，看啥物杯无共款，嘿。对。拄则大家拍着空气，佮记一个好球，2个好球，哇！这球一垒有人，所以吼，迄个2粒好球了后。迄个也都飞空，就是拍着空气，爱记直接就迄个起掉啊。第一个出球已经了掉。咱早期咧讲吼，三振啦，哦，是这嘿，啊你讲拍着空气啦，吼，裁判就甲叫伊三振啊呢。对。这球投出，主审无介意，记一个歹球。一队即马有南投县的第2棒，哇！这球是算射拍吧？毋是，这咱咧讲是吼，因为变化球，打者有可能甲认为是要拍直的，准备要拍紧的球，结果慢的来，所以身躯就走去。是，单北安的打击，一好一歹。你来看卖吼，慢，所以球带袂入啊。第一个顶半局南投县的进攻，哇！连续3粒同款的球骗到这个打者，高照5个按3球3胜。或者囡仔拍球啦吼，咱定咧讲大人会进嘛无效，伊的适应度袂遐紧，所以连续3粒变化球啦吼，无多去适应。是。出来起来是这个南投县的8号。吴信明第5棒，144公分，正投正拍。哇！这球无投，
一垒的走者走来二垒无问题。搁记一个歹球。台北市的生活投手王基雄，看起第一个对第一番去互拍绝地打了，你也看即摆配球方面啦吼，变化球较济，以变化球为主体啦。这球我看到对台好球。即摆是两出局，二垒有走者。所以咱看一下这球，搁投，主审无介意吼。有较低，有较低啦，有较低啦，对对对。一好三歹，两个人出局。投手阁有一个好球的空间，哇！这球真紧哦。球的尾开真好，尤其是吼，牵伫迄个哩掀卡麦的关度，是对打者来讲真歹出手。对。满球数，这球哇！投手送互对方一个伤心吼。三人出局，但是这球靠着一支全垒打呢，这球南投县得到1分，1-0。所以讲，这时阵投手应该去安打迄个，教练爱去安打迄个投手啊，讲无要紧吼，拍一个红不让无要紧啦，加减拢迄个。这袂使你直直走去啦，因为迄个画暂停吼是有限制。我你倒来时阵有看到迄个教练去安打迄个投手啦。对对对，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啦。对，其实出来比赛，其实对大家来讲吼，无一定是迄个比赛，但是迄是一个教练一个学习，学习才是上重要的代志。教练吼，造成一个真好的环境，互选手去学习啦。吼，啊，这个校棒的运动要互因就是一个团体的精神啦。啊，过来就是棒球这技术，啊，上重要。嘛，当期待就是，个这囡仔就是会使透过这个比赛，交到真好的朋友。咱看一下台北市先发组的阵容，第一棒是王基雄，第二棒是张依伦，第三棒是王文平，第四棒是叶家武，第五棒是李静，第六棒是李书武，第七棒是谢德嘉，第八棒是陈武安，第九棒是邱博宏。再来看一下这南投县的守备阵容哈，投手是陈柏宇，保手是安，第一棒是王武哲，第二棒是王凯，小度是宋武生，第三垒呢是姚元聪 ，left 是古敬彦，正打是吴信明 ，right 是廖品彦，这是今日南投县的先发组的守备阵容。来看一下今日的投手哈，南投县派出来是陈柏宇，今日是投了算，今日无还袂投球哈。阁有一球的刺投的机会。来比赛来到即马，是我看咱即马看到台北市的攻击，王基雄的打击，第一球就是变化球。王基雄身高158公分，体重49公斤，现在排第一番。第二粒嘛是拍去三垒，三垒传向一垒，70出局。三垒的守备方面啦吼，会使讲这个做了真好，寻到了后，切一步了后随传球。二番来到詹基伦，身高154公分。
投手第一粒伊变化球，现在伫外角的所在，歹球。下队接着稳稳传到一垒，无问题。这球哇，好球！这球的位置对大家来讲是真歹拍的所在，伫外角真低。变化球都内底选入来，目前球数是2好1歹。捕手球啊出去啊，嘛是共阮对内底走过来变化球，三振出局。王文白的这个打击168公分，你哪这么悬？真正真悬。即马你哪还超这么好？哇！这个哇，拍到投手，打击就是拍到投手，但是小队出来保卫已经袂好啊 ，safe。但是即马你哪好讲伫涂骹，这个投手呢，爱起来小可甲看一下哈，咱防护员爱起来甲看一下伊的这个伤势啊。我这直接丢掉吼，足食力的，足食力的，嘿，所以小好听一下，对，免急，因为这个球拍了太好了，所以直接对投手的方向倒转去吼，对投手的伤害即摆非常的疼。以阮过去拍球的经验哦，这听足久的，但是等下要爬起来牵球，等伊到厝的时阵哦，骹酸就乌青啊。对啦，就较实的这。一般教练裁判拢会希望伊个试投看卖咧。总教练季金玲起来关心看卖。投手落来，敢有变换投手，咱来看卖者，因为裁判应手落来，可能要做一寡迄个治疗。台北市的第3番王文平，他做爱粒球啦吼，使讲拍了真确实，那么向投手的方向直接飞转，所以造成投手即马目前入来休困室咧治疗。所以真侪家长今仔拢来看比赛，但是因为观众是有限制，迄个观众的原因，所以家长大部分拢伫外啊。南投县的投手陈柏宇，单破伊这个投手其实伊的变化球嘛牵了真好。第一球入来，好球！即马一队有拄只安大去的人啦哈，台北市的进攻，换了换了危机，对，换了第4番呢，叶家武，倒手的打击，摆手啊的打击。一队即马有王文平，投手个投，这个抛出去嘛袂歹，这穿过李瑞的顶头，倒外野接到了，稳稳传得来哈。
对外野保卫。对外野的后壁，嘿，拄拄伫个伊个手后壁，拄啊形成安打。哦是。所以讲这是一支安打，即马一队、二队拢有台北市的招架吼。其实台北市啊，伫即个前几场比赛吼，拢是用大比分来甲赢对方的。一场是拍12分，一场是拍15分，15比2、12比2。我大家表现了真好哦。是。好，这球歹球。但是对于这个台北市为什么打击会遮好吼？我是听讲，因为这个地下咧训练的这个发球机啊。即马发球机哦，逐个迄个球队拢有。哦是。啊，要安怎去应用，要安怎去训练，这是看教练啦。对啊对。啊，咱赛前我所了解吼，迄南投县这边的总教练季金玲又讲，伊即马自细汉就是要叫遮囡仔吼，敢大力拍球啦。啊，共款，台北市这边嘛是共款，拢要互囡仔自细汉来培养敢出力，毋是安尼拄咧安尼。是。所以慢慢会造成这未来选手的这长打的力量会提高。哦，毋对。即摆看到是即个8号的李静哈，这球得牢，较悬啦，对待的时阵。较悬。对，两好两歹，两个人出局，一二垒即摆有台北市的招架。后一球要安怎配呢？无好球的空间哦，保手徛伫外角，这球拍出去，二垒我接到传一垒切杀出局。赛人出局，这局呢，台北市呢无得到任何分数，即摆是0比1啦，两边拢差1分尔。所以讲，公司第一代呢，当有做者这个精彩节目吼，除了这个校邦比赛之外，其实你嘛会当平常时啊看到画山、画水、画儿童吼，每礼拜4、拜5红时啊8点吼到有11点，由着彭恰恰先生为着大家主持服务，希望大家呢有闲会当来转一个吼。这两队来讲啊，拄则迄支红布朗是对台北市的这个投配球是毋是有任何影响？投手会去适应了吼，当开始想讲要用伊紧的球来摕到好球数。对。但是对打者来讲，迄个会使讲伊有去掌握到这个第一粒这个机会。啊，你来讲，迄个球的位置有较悬，对打者本来就是较有利。对。啊，打者佮本身有力，拍了拄啊飞出去。哇，看起来是这个日本，所以讲要讲红布朗嘛是爱有这个配合讲投手投的球，佮有这个打者的这个滚啊，对。对，主要就是球的位置啦吼，对打者来讲是一定还是足有利的所在。啊，打者本身啦吼，挥滚的力量佮迄个动作啦吼，真好。所以才有法度互这个球飞上来。目前场上打击的是背号11号廖品彦。虽然咱主的是这个廖品彦吼，第一球对待歹球有较悬吼，但是投手看起来伫这个第一球的乱流之后呢，是有较回稳啦。对，伊有改变伊一寡配球方式。这就是囡仔咧学的过程吼。对。啊，教练爱不断的甲因讲安怎去应付，安怎去应付。是。所以应该会成长。对。即摆若是看面册好朋友吼，会当来起来留言啦。拄则面册有啲啊问题吼，但是透过电视看咱即个节目的朋友是无啥物大概啊。即摆现场是1好2歹。哇！这球滚啊拍伫空气吼，佮记一个好球，2好2歹。这南投县的教练对边只是讲这要安怎杀出去，对。要安怎去调球啦吼，啊要安怎互滚啊出啊较紧的。哇！这球哇，佮调掉啊！哇，这球的位置太水了。是。因为对打者来讲吼，要拍这个球无遐简单啦。所以讲即马要换手臂，保手要换起来。
啊，即马投手要换做什么人呢？投手即马换王文平，王文平本来那是伫今日伫即个正外呀，嘿正外啊，嘿，今日无啥物守备的机会。为啥物会伫这个第二局来进行守备的改换？说来应该可能是左打部队，还是右打部队？嘿，要换的理由，这只有教练本身了解对啊。但是咱爱知影，这个小国城杯这个比赛吼，是，所有带来选手你拢爱有落场。无毋对。你要安怎去调度这些选手拢爱去落场哦？这对教练来讲，想要赢球，要啊，让所有人拢有法度落场的，达到这个啊，落比赛规则啦吼，这爱用一寡头脑去处理。拄则的投手啊，来做补手吼，来配球，顶配球。投手即马跟换人啊。即马是刺投的机会，有3球刺投。好，刺投结束。即马投球是欧文平拄则的投手来做补手吼，会对比赛有啥物影响吗？来看卖。即马抓来是轮到这个第7棒吴武哲吼，吴武哲。这球拍出去了后，二垒稳稳啊传到1垒，解决了第2个人数吼。拍了赛是袂歹啦，对啊。我是讲位置拄啊拍去2垒的正面哦，所以无救。无伊老讲伊迄个出滚来的速度是真好势。虽然是王凯的打击142公分，37公斤，正头正拍。原来刷来是这个右打军团。哇，这球下响亮，又有击手的上空，嘿，哇，切到球吼。三人出局，这局难道关是无功离犯啊？但是靠着第1局的这个全垒打1-0。所以讲，哇，这个投手嘛是有效啦。表现了袂歹。对。过来就是控球方面吼，迄个位置肯了真好势。是。公司台语台呢，每礼拜5暗时10点呢，伫这礼拜开始呢，咱换做这个台有理由哦，是由着这个无输者百数的团队为大家继续服务，来到泰国去拍片呢。这个教练有去过泰国？去过6届哦。去过6届吼。你所以讲最近无法度出国，你会当看到这个台泰有你有来怀念一下这个泰国的感觉。公司的台语台，大家会使你好好去甲参观一下，真正内底节目做了拢非常的好。是。伊的画质啊吼，老实讲嘛足水的，所以有得到大家会使你去好好去甲参观一下。所以来到比赛进行到第2局的后半局吼。目前场上打击的是台北市代表队9号李淑宇。投手看一下补手的暗号，徛伫外角。我第1球无要紧，是好多棒，出了界外。
我投保手两个看起来真有法度去配合。这球拍出去，伫倒外底落地吼，所以讲是一个安打。拄啊，伫迄个倒外野甲倒正外野的中遐。所以讲迄个球的落点袂歹。真水，真水，嘿。接下来站上打击区的是背号4号谢植佳。摔起来是这个射得刚好，这个田里修李队149公分。第一球，歹球，卡外角。但是你看会出来，南投县这投手其实因球嘛无讲介济吼，拢总即马用到即马敢若19球尔。对啊。应该讲起来吼，台北市这个选手拍球的出棍啊的迄个迄个气度足强。对。所以差不多拢咧拍。那相对的嘛是投手的控球好啦，是啊，所以大球都引球伊来拍，大球都吼打者来想要甲拍掉。这个倒拍球小格，即马一队有台北市的走者，无人出局，只好两拍。看下班的比赛哦，实在是咱家伫遮就受着瘾了哦，足闹热了。对。而且大家安尼，那又说又唱同款。哇！这球飞飞球，平飞球飞出拍出去了后，这个速度接着。我即个爱讲的是讲，打者拍了足水的，对，迄是歹运向心着。对。不过来一点就是一类的走者，你也看卖哦，伊离队的迄个距离。伊法度看到随接到的瞬间停落来，紧搁转来一垒，无去用造成伤杀。对。所以这使讲起来拍球拍到即马，这观念啦、走力拢真好势。观念真好。所以是这个台北市的陈武安157公分，一个好球，一人出局，一队即马有这个台北市的咱来。这球嘛拍着，哇！那个头壳吼，伫遮外野个头壳即马是一个一队安打，这一队的咱若是走来二队，大家呢走来一队是无问题。即马一、二队拢有赢的人，但这球是球嘛，球是。这球吼，实在甲打者学落啦。对啊。因为你啊看起来投手捡的球啦吼，拄啊伫外角足低的所在，你老公来讲是捡了足水的所在。是。但打者伊就是有技巧、顺势，向外头咧杀出去，迄个啊咧右边哦，架外呀，反方向了。即马起来是这个台北市的邱北宏。第9棒，第一球入来是一个好球，刷来第二球，哇，蛮好的啊！哇，这外要落头，即马二垒的当若靠过三垒去用倒落来，但是传球传了无好，伊就倒来本垒，伊就得了台北队的第1分，第二垒当若嘛靠得来，来到第2分。这个伤害哦，实在是传球啦。安大能造成啊，所以阮啊传二垒，但是选手这拢个囡仔啦，囡仔急咱实在是。因就是伫这个比赛过程咯，提高伊一寡经验。是。所以讲，即马一、二垒的这个咱已经得来2分吼，台北市等到以2-1啦赢过这个南投县1分。这嘛是爱靠着一寡是守备的失误啦吼，但是这个是记安打无问题啦。这记录上一般来讲的记也倒一支安打一个去失误啦，那失误来交代要安怎计分的代志。是。即将进入打击区的是背号11号王吉祥。出来的台北市等倒来第1棒吼，这个王吉祥。王吉祥
第一届拍是3垒的滚地球，即马毋知搁拍垒下去了。第一球是好球，目前是一出局3垒有人。南投县的投手用了27球啊。第二球搁投有较悬，嘛3垒的即个嘛毋免去顾啦，因为讲迄只捕手徛起来要来去试探一下3垒的状况哈。捕手做即款动作，大家起来看者，讲我有咧注意你哦，你毋通乌白走安尼，迄意思有够啊。连续2条拢较悬的所在，嘿。是。2个歹球，一个好球，一个人出局。3垒有第87个人啦。捕手讲徛较低，哇，这球嘛是搁较悬去哩吼。为什么捕手甲伊讲要球囥伫较低的位置，但是球会位顶悬撑过？这讲起来吼，投手本身的控球啊，那投手本身控球无好的时阵吼，有可能就是疲劳啦，有可能紧张啦，造成。哇，这球红中拍到出去啊，无问题。2分的红不让。哇！我即马知影为什么台北队前几球拢前几场比赛拢已经得10分以上啊！咱看到因拍打击的实力，惊人。咱定咧讲诶，迄个球啦吼，你要看2粒较悬的所在，是打架选掉了，小可饲较低咧。对。伫中外内角的所在，球会顺势就飞出来。对。那这种打击吼真恐怖。接下来上场打击的是背号5号曾以伦。哇，第一遍毋是过咯，第二遍就拍红不让啦。哇，这有来拍球真有来。对。投手用11球，南投县无要换投。但是即马对上无人吼，对投手来讲，即马会当较放松啊，专心对付打架就好啦。囡仔来讲啦吼，即马就是会去面对啦吼。对。足侪无共款的状况。对。啊，咱就是稳稳啊，掠出局数对，啊，面对这状况了后啦吼，伊就有经验，慢慢累积这经验。未来拍球，伊可能就知影我要安怎来处理，甲应付。对。拄则一个好球练入来吼。所以对一个消防的教练来讲，就是不断的鼓励啦，鼓励啦，爱做心理的建设啦。直直鼓励啊，互伊知影讲毋对的所在是伫倒位，啊，要安怎去改进。是。咱要看是的将来，毋是甲看即马尔。对。比赛是一时的啦，将来以到要做职业的、要做 pro 的，拢爱经过这个过程。对，这是我做的。拍到人啊！哇！刚才无拍到身躯，拍到副肘，上一垒。所以讲，即马看起来是即个南投县的即个投手，可能有较忝啊啦。有小可小可乱去啊吼。对。啊，当然，捕手有当会使去甲斗相共一下啦，嘿。会当先去你甲迄个投手甲主审讲一下，讲你投手看安怎嘿。是。即马一垒有台北市的人啦，这球才给放出去了后，一垒手稳稳接到打一垒，一人出局。哇，看起来这个打者无讲介满意吼，手敢若害一个。哇，讲实是拍了真了，歹运啊！你啊看拍出来球足有力的。车步边啦。啊，一垒手徛的位置拄啊伫线边啊，嘿。对。投出个投，好球。一个好球，2个人出局，即马二垒台北市的走者，双方3分差的比赛。这球拍出去了，哇！一垒要接到，二垒的包围嘛已经没好啊，这个大家已经稳稳啊走来一垒啊。
即马1-3队有人。但是对南投县来讲，即马只要搁一个出局数会当换场啊。其实嘛免伤急啦，你若是球小可动咧，接到这投手才稳稳走来一保卫就会使啊。这有人咧讲守备的物件哦，咱来看你甲心机的，就是这就是迄个球的迄个跳的所在哦。是。你掌握了无好啦，无好的时阵心袂稳定，一垒手本身来讲，伊嘛是讲要甲心落好，无就要就挡过伊的身躯边。是。迄个拄啊拍着边啊，手在边啊，就自然就跳了。对。拄则一个步道，即个一垒的走者走来二垒吼，即摆是2-3队有人2个人出局，无好球一个歹球，投手嘛用了39球啊，所以讲伊明仔载若是有比赛的话，嘛爱休困啊，对啊，袂当起来投。即摆起来是李静。李静顶一届拍啦吼，拍入二垒方向去，所以是二垒传一垒的迄个气杀。嘛是共款。投手投出去，但是这话已经稳稳啊徛伫遐，接杀出局，3个人出局，即局呢虽然讲这个南投县的这投手有看起来有回稳哈，但是台北市得到4分，4-1。哇！比赛进行啊真紧吼，2局就拍40分啦。迄个一般吼，主播甲咧球评吼，伫咧转播的时阵上惊讲了吼，比赛进行了真紧。无比赛进行真慢啦，歹势，哇！但是比赛到即马吼非常的顺利。顺利，对，那真紧是咧讲迄个中华职棒啊。这个公司台语台哈，每礼拜1到拜4暗时9点有一个节目，叫做台湾新安界看张伟明为大家分析咱的这个过来活动书哈，搁一寡一个问的部分。首先上场打击的是背号4号杨元昌。比赛进入到3局，顶半局。我大家来到第9番的林元昌，台北市的投手同款是王文平，球拍出去，右外野方向的安打。接下来上场打击的是背号10号宋宇轩。大家轮到来一番宋宇轩的打击。宋宇轩顶一届是拍一支中华也到全力打。右里方向的界外球被截杀，一出局。比赛来到第3局，一出局一垒有走者。打击区的是背号7号陈柏宇。陈柏宇第一番，顶一届拍去右击手的方向。投手王文平，变化球，这球的位置有较低，大家在选球方面做了真好势。目前球数是1好1歹。
同款的位置，啊，这即届是出手。球数来到2好1歹，目前一出局一律有走者。同款球对袂入来，三振出局。两个人出局，即摆一律有南投县的这个走者，即摆连过来第一棒古正业，两个人出局，你个滚啊摕只底。伊这收拍动，嘿，收拍方式，嘿，对啊。伊先比出来了后，吼，投手启动的时阵，伊滚来收档。是。台北市的投手王文平变化球角度真水，所以收拍作用有当想讲要甲球带入来。目前球数2歹球。2歹球，两个人出局，伊种啊一律有南投县的走者哈。投手，这球拍哇，看起来是这个出掉。盖话哈，好多棒，去一个好球。当然对南投县来讲，伊即马是有迄个凊彩，这毋是凊彩啦，就是讲攻击的这时间啦。因为即马有2粒好球的空间。哇，这球7条滚啊！2好2歹，两个人出局，即马一律有南投县的走者。1比4，双方差3分。哇，一局啊一局啊好啊拍啦吼！这比赛结果安怎遐真歹讲。对。尤其是囡仔比赛，哇，这球一头壳顶吼硬拍。互投手接到了，稳稳传互一垒3个人出局。这局呢，南投县虽然讲有人徛伫一垒哈，但是最后无讲离反啊，最后是这个分数是1比4。哇！台北市即摆经讲7支安打，南投县除了这个第一局的全垒打以外，敢拍2支安打吼，双方拢有一个手臂的失误。是。对。但是迄个失误方面吼，有当造成真大的失分啦。每礼拜5暗时啊9点呢，伫公司台语台你会当看到台湾技术部，你会看到即个咱台湾的一寡新闻事件，为你做统整整理。所以讲，你若是要看这个节目的话，每礼拜5暗时啊9点你会当看哦。即摆因为武汉肺炎关系吼，即个做者爸母啊吼，虽然讲有法度来到现场来看球啊，但是拢爱徛伫即个外野，因为咱的即个场啊较低啦。不，伫外野看球嘛是真好啦，会使你甲家己的囡仔吼互相对上。啊，你也伫观众席咯，囡仔拢背对你啊，对。啊，所以你伫遐正面啊，伫遐咧比讲拍过来吼，互囡仔有一个企图心的。对。刷起来是台北市的进攻哦。刷起来是欧文平，拄则第一球也是一个歹球，第二是一个好球，一好一歹。投手用了42球，所以讲对南投县来讲啊，虽然讲顶一局有淡薄仔乱吼，但是嘛是搁。甲这投手囥伫场顶悬了。比赛教练拢有想讲吼，这囡仔要安怎去表演呢？啊，有设定讲，你牵几粒要互你去好啊去发展一下。啊，这主要就是爱互伊成长啦。对。这球个牵，哇，出了外角，变做歹球，一好3歹。即摆对大家来讲非常的有利。但是对台北市看出来，安尼海吹啊吼，看起来是真有气度性啊，真拍球真有力。对。那即马这个6番的李
牛啦吼，老实讲诶，逐早伊拍第一届拍的时，拄啊平尾球拍到外野去，拍到真有力。是。这球拄则记一个好球，2好3歹满球数，即马投球用到45球，双方的对决，关键的一球。这球虽然讲较悬，但是呢，大家把拍出去后，出了界外，无记好球数。我这个球讲起来吼是歹球，大家应该嘛知，但是迄个球有法度甲拍界外球哦，嘛无简单啦，因为迄个球的位置真正都有切掉啦，对，真歹拍的所在。这球赶快较悬，切掉，哇！尤其是退到外野去吼，退到真紧嘿。对，一人出局，守备边守才守袂好啊。第一个爱判断，第一个拍出的时阵哦，咱爱了解迄个球的基理伫倒位，啊了，迄个移动的啊速度爱紧，了以后法度紧移到迄个啊位置，然后准伫遐咧等伊来球，迄个要失误的机会就较少啊。是啊，所以判断移动稳定，才就有法度去做成起来。你讲像这样棒球，即马统一赛有一个守备敢袂歹吼，我看伊常常伫守二垒，但是伊爱徛伫外野去反应，啊才有甲球传来一队迄个。以职业来讲啊，吼，守队的也都迄个位置啦，有当时拢因伫后壁一定做精修啦，吼，足济讲这打只落来会拍伫啥物所在。对。所以守的位置一定有咧伫遐咧布阵啊。对，我说内野会当守到外野有较轻啊，对。啊，但是啊，对方的打击迄拍来力足大的，你守伫外野较轻的，伫迄个草顶嘛袂要紧啊。嘛毋对。所以是这个周腾一啊，周腾一，这顶里的这个武美的选手哈，这球拍出去，看起来是无讲介远，正外野稳稳甲接到，2个人出局。棒球吼，像咱即摆咧讲台语拢足顺啊。是。啊，有当要讲到棒球吼，迄个位置啦，真歹去讲。因为咱自细汉，阮像阮自细汉咧拍球吼，迄个真侪拢是外来语。哦。所以你甲讲正外野，你有当咧讲正外野，我去想一下。想一下，赖道。嘿啊，阮咧讲哦，就是赖道。自细汉咧，50几年前咧拍球就是赖道安尼。对。啊，咱即摆就变台语就正外野。对中撑过奥斗，小道传来一垒稳稳啊传吼，算是一个奥斗啦。三人出局，这局台北市无得到任何分数吼，双方维持4-1。所以讲第二局对台北市来讲是进攻的真好的机会啦，对啊。所以讲南投县无外投嘛是这个原因啊，稳稳啊守备就好啊。投手有当会乱去啦，有当乱去嘛是爱看是对方拍了好嘛无会讲。拄啊拄着因迄个啊，都打击较勇的遐打者拄啊出来，都去互拍着啊，无会讲。对。每礼拜六暗时啊8点吼有台语我上赞这个节目，这个除了教你一寡台语的这个俗谚来个，当然嘛有一寡这个台语的短剧吼，佮有出外景的部分哦，希望大家当按时间收看。所以讲顶一局的话吼，甲即个规个分数收来了，对南投县的来讲，士气是有较好。南投县代表队的进攻，首先站上打击区的是背号2号陈博安。陈伯安的打击，即嘛是南投县的进攻，即嘛来到第四局顶半局。哇！这球出去啊！哇！南投县除了守备好，打击嘛袂歹哦。袂歹。对。下班的比赛哦，真侪是瞬间哦，迄个士气就压起来，所以打击也拍会出来哦，会免烦恼啦。对，啊，伊嘛是4番推啊，对。紧接着站上打击区的是背号8号武胜明。
所以是吴信明。第球，歹球较低。外角的变化球。嗯。所以吴信明迄个球了，咱来看得出迄个动作，吼对球对甲足水。是啊。哇，拍去外角哈，拍去外口，好多波。一好一歹。双方即马只剩2分差吼，所以讲一支红不拉落得来啊。哎，哇，这球对了真好势。这球拍去正外啊，这是拍去二垒的方向，拍二垒然后第一个时间球去碰到，拄着手套，但同啊走拄迄个正外啊去。咱主播台啊，其实伫一个真界角的位置吼，咱看会到这个球拍去倒位，但是看袂到球是安怎流来。了解。对。迄个大家看咱那都迄个电视台吼，迄个摄影师遮个大哥看咱怎去拍摄着好。对。吴汉武的这个打击。这球，切的球，身躯冲出去啊，所以球对无入啊。这是伫啊你的右边的选手，投手用了20球，一好球，一垒有人，投手搁投，哇，这球，无出了界外哈，好鲁宝，搁记一个好球。咱好球无歹球哦，即摆一直有南投县的走者。今日的第8起来，这球选了真好哦，你看外角，迄个位置肯定是还袂歹。对，所以讲伊可能是腿啊无讲介迄个熟练啦。伊看起来因为身材无真好吼，所以可能较无力。你啊看伊拍球用技巧咧拍。所以伊对球的选球，应该这是伊的个优处啦。是。2好2歹，大家嘛见到伊的这个歹球数哈。哇！但是这球若差不多的个就出腿啊，拍着空气。这球可能是要上紧的。所以。球牵出来就身躯顶冲出来，结果变化球来，伊就把球对袂入来，球对袂入来。是。第一人出局。即马嘛话台打哈，12号林晨旭。代表队再次启用代打，换上背号12号林晨旭。147公分，正投正拍。因为即摆毋是比赛关键吼，所以讲伊甘愿清试几啊选手吼，啊，互大家选手有起来状况对啊。以我的看法吼，迄个教练即摆嘛是想讲要安怎造成吼分数，看我都紧球互接近起来。对啊对对。啊，所以伊除了要调度人的迄个都安排了后吼，啊，倒来是讲看我做一个大局出来。对。投手搁投。哦，好球！这个球的位置拄啊拄迄个身躯边度安尼射入来，嘿，射入来，嘿。对啊。啊，面对这么近的球，这个打者要哪去克服心内障碍？这毋是心内，这就是接去拍啦吼。伊渐渐伊就会适应。啊，伊对这个球伊袂去惊，伊知啊，这个球会射入去，拄拄啊对伫个所在拍久伊就习惯了。哦，是是。但是这球对打者来讲无满意啊。拍着空气吼，3球3胜。啊，棒球以打击来讲，真重要的所在就是选球啊。对。你著法度选球选好，对方的投手一定要牵个真好的球互你拍，啊，你著机会摕到啊。现场有咧落雨。哦，
即马迄个电视拢是用 HD 咧拍，4K 咧拍，伫咧雨水吼看起来都较清楚。对。你较早若是这个480P 啊，那雾啊，加现场有落雨，哦，有嘛敢没落雨？对。我有去看咱哦公司迄个台语台，迄个画面拢真水。是。出来开始咱道馆的这个高和哈，廖品燕。第一球是歹球，第二球是好球，两个人出局，是一队有这个南投县的走者哈。南投县积分刚得了得，来看即摆刷来这打者的表现啦。看起来是真有气度性啊！哇，这球拍出去，投手我接到传，一队无问题，3人出局。南投县伫即局呢，靠着一支红布朗呢，两分拢是红布朗的，得到1分，2比4，双方只差2分差哦。教练啊，我有听到再上场这3天呢。嘿，这个规则会使搁再上场，爱等于甲你家己的原来也都棒次，才会使再上场。对，就是讲你因为当这个右边的选手啊，接到你的位置去打击，所以讲你后一边起来都有法度再上场。是，所以对校棒的教练来讲，尤其是要拍威廉坡的这区的人哦，迄个爱再上场的也都规则足济。哦。搁有迄个特殊代跑的吼，代走的，所以到迄个教练来讲，这爱真熟。对。每礼拜按时啊8点吼，咱就有一个台语台年度大戏吼，是这个若是一个人，你敢有试过一个人看棒球的？若是无的话，你即摆会当一个人伫这电视机头前看这个公司台语台来看咱为你转播的小国社杯棒球赛。第8次的进攻啊，第4局的后半局啊，比赛进行了一半，超过一半。左一拳右一拳，这不是什么意思吗？这球好球，内底真水。一好一歹，这台班囡仔，所以讲伊就知影左一拳右一拳啦。外角歹球，后顶你的右边选手罗康全、罗康全。这球拍出去对中外野，但是气悬无气远，去互线达接掉。无彩吼，你看一个把囝尔，安尼身材无好，安尼拍啊样子。差一点啊出去啊！哇！日头好诶。嘿，这对校棒的囡仔来讲无影响啊。目前站上打击区的是背号11号王吉祥。哇！这真该有拍真大，即摆雨真大。第一球，歹球。第二球，哇，较悬吼，手有可能惊这个球吼淡的，有较骨啊。但是即摆无法暂停，再继续投。袂应该想办法去这球拍完。对。这球歹球，哇，杀了歹球哦。这雨可能一阵啊，有较细啊嘛吼。
好球入来，哇！这个投手克服了这个大号的这个障碍吼，第一粒好球入来，一好三歹。这球拍出去，啊！沙律无接到，沙律手无接到了，球就稳稳啊扔去这个倒外野吼 left 道，这是一支安打。这球嘛拍了真紧啊，所以第一个时间那个调的位置吼，无掌握到，要想就较困难。对。所以讲，你是感觉这个球场是毋是做了无讲介平吼？这个球场讲实在吼，我实在是第一届来。是。第一届来啊，如果啊以这个球场来讲啦吼，后壁这个保守甲后壁这个基地实在是伤过底啦，会使个增加互伊较标准的。是。所来，这个投手啊面对的是这个5号哈张一伦。第一球投出来是一个较悬的歹球吼。即摆伊队有拄则拍安打的这个走者，投手嘛用了60球，这球外加歹球，两个歹球。球的位置有较悬啊，试袂落来。或者咧，有感觉跟投手小可咧，有感泄气迄种感觉吼，感觉呢。3粒歹球，第4粒佮互你一个歹球保送，这是这投手顶你投出了第一个保送，是这场比赛的第一个保送。即摆伊有这个台北市的走者吼，对南投县来讲是一个危机啊！到底要来换投无呢？即摆保守教练甲投手叫来参详一下。一般叫来就是鼓励啦，啊，都投手以后啥物较好的所在吼，会甲伊讲啊，就尽量甲家己的也落个优势吼表现出来就好。是。南投县的教练是季俊麟啊。这我拍过职业的选手。是一个这个野手吼。所以讲伊甲投手讲这个指示的时阵，可能心肝头嘛有一寡想法啦。一定要有想法，才会使讲的。对啊，无想法就莫讲啊。这球啊，超波比，改我。滑了不？但是这个野手敢会对这个投手有一寡指示吼，就讲你要安怎投，还是要去配一个投手教练较好？我一般来讲，拢野手会鼓励啦，肯定啦，免惊啦。阮咧跑较早做选手，拢会安那，阮咧野手也咧甲阮鼓励，不要紧啦，肯定就好啦，免惊啦。球来就打了哈，这球。中外野的手臂接到，两个人出局，人卡伫一垒和二垒。即马台北市换的这个巴特日拉夫。今日的 UB 的选手吼，158公分，正投正拍。试看卖敢有这个好的表现。2分差比赛咧，台北市嘛想要甲这个比分下甲 Q 互开。一定的，对。所以讲，利达克。我的，哇，迄气势有啦！
蛮棒。讲即摆恁仔吼，即个职业棒球影响真深吼。像即摆你看到即个恁仔起来时阵，边仔咧唱一棒即成。啦。这真正互即个新北市的即个职业球队教歹去啊。袂使，因拢有咧学习啦。对。所以职业选手一定要做真好的示范啦。哇，拍了袂歹，对中撑过了，秀度已经无秀着，我传到二垒，无问题。哇，这是一队的安打，现场的风格愈来愈大。你即摆听这风声啊，真正是大吼，真正啊，但是无要输在比赛。但是咱看天顶的云是足清的咧，这那是咱来讲的，加落伫遮尔。拢一尊一尊的水过啊，那迄阵嘛真大尊。台北市即马5-2哈。雨是咧落啦，日头嘛遐直的呢。对啊，我看天顶的云是即个好天的云呢。即马起来是8号李静，所以讲拄则换大的即个效果是有起来。像这吼，头早咧换的过程，实是咱爱去看的，教练拢有咧注意。愈上啊人愈济吼，伊就想要互一个较大机的吼，看会使一个就处理了。是。所以棒球讲起来，毋是足简单的代志。教练吼，伊有真侪想法，咧想法来搭配伊的选手，倒一个有迄能力来去达成伊的愿望。是。两个人出局。这球哎呀，搏投二垒的走者走来三垒是无问题，一垒的走者嘛走来二垒啊。所以讲走者嘛是爱真注意这个投手和捕手的这个动态啦。无毋对，无毋对。两个人出局，二三垒拢有这个台北市的走者。三垒方向。稳稳啊，传到一垒无问题。这个三垒手输了袂歹。袂歹。对，这个手臂嘛真强，手力嘛真强，传来一垒嘛爱一块仔距离啊吼。所以讲即球呢，台北市呢虽然讲有这真好的进攻机会吼，但是最后加得1分，5-2，赢这个单刀冠3分。哦，你看，拄则雨落了，你出日头啊！无场地哦，雨小落一个嘛袂歹啦。对，较笑情。所以讲，单刀冠拄则恁仔较无遐好运啊，守备的时阵拖落大雨。你看台北市就拄好出日头。哇，这讲起来两个公平啦，因为。你落雨的时阵，守备有守备的，攻击有攻击，两组拢伫咧车拼。是。即个每礼拜暗时啊9点吼，伫公司台语台阁有咱的花絮，咱看到是咱由着咱消防局阁有这露露主持的上拍台湾歌吼，即个制作单位真用心，为大家介绍真侪好听的台语歌曲。每礼拜日暗时啊9点，你会当看到这个节目。杨元昌拄啊吼，第一顶一届拍球啦吼，拍去迄个正手边的也都安打。所以咱来看正手边迄个手臂吼，咱有小可较头前。手较浅。手较浅的。对。第5局顶半局开始进行，即马起来是这个杨元昌。即马拍哩对。真正拍倒半边。倒半边，但是看起来吼，杨元昌可能咧拍球甲。本地球较济，所以你看，迄个游击手嘛是拢手头前，对，手较浅，对。温暖掠到第一个出局数哈。接下来上场打击的是背号10号宋子轩。
再来倒来南投县第一棒的这个打击哈，宋武宪。宋武宪第一届打击嘛是全垒打啦。对，第一棒第一变起来就全垒打夹着。球袂当投小悬，即球对倒边的过路了，这个速度无成着吼，所以讲出了外野。金宝，你拄仔咧讲吼，球莫投伤悬，即个球投较低嘛是好拍安打。所以讲，所以这真正高拍吼。打击能力袂歹啦。高拍你真正你就无法度伊啦。是。单北鱼，鱼字辈。像你头先咧讲，投手敢有失投，无失投。无啊，无失投啊。轻甲遐水嘛是叫拍安打。对啊，真正是打击能力真好啦。太厉害了。对。单北有第一球是拍到空气吼，记一个好球，即摆伊都有因个队友咧等待伊甲拍倒来。一球歹球，一好一歹。台北市的即个用球数吼嘛无搁介济，到即摆较35球，因为第二局就起来嘛。哇！即球真捧场，无拍着。一队的招架袂当杀去吼，杀去头前去。2好1歹。目前比数5-2啦。3分差尔。台北市领先。这球切着棍啊，有听到吼，但是算好了不？台北市其实第一轮的这个枪门袂歹吼，伊毋免真的当晋级到第二摆的这个比赛。对啊。台北市的阵容然后实力实在是嘛真好啦。对。这球我拍到这个李律手。哦，加载。第一个动作看起来，迄个伊类新的第一动作想要破迄个出局，然后忽然间来做一个改动作。但是这个第二个动作是较正确啦，对啊，情况下这个明显的就一定嘿，这无问题啦。是。哦。棍啊摕脚底，23队有走者，南投县一个真好的进攻机会，但是最后做一个收拍的动作吼，第一球，看到这个球小加了规个卖拍吼，是个歹球。咱今仔日的裁判啦吼，这场的裁判主审是李月钦啦，一垒审是陈德良，二垒审是谢梦志，三垒审是谢玉泽。拄仔咧介绍裁判啦，裁判就去点啦。哇！主审李月钦，校棒的吼，机器较紧，你啊看迄直球牵出来嘛是真紧的，迄直球嘛是足疼。对啊，这球搁投，哇！较悬的球吼，打者无护着。等到拍着空气，2好1歹。对南投县人讲，即摆若是讲甲即两个分数送倒来，双方就只差1分尔，所以讲对南投县会较急啊吼。但是对我来讲，我是感觉甲家己送去一队较重要。这球较低，有动了。哇，这个好看嘿！约三垒这边是正确嘿。对。我决赛的时阵吼，三垒这边先局嘿。我采话，因为这个吼有一个啊，迄个3费度迄个啊，3尺线的，迄规则，所以逐怎做出嚟啦吼，一定咱咧讲有 take 的动作，就是有触赛的动作出来的时阵，裁判就用认定有超过3尺无。对。所以讲，二垒的走者走来三垒的路上去互刺杀吼，但是一垒的走者走来二垒啊，对。嘛是有得分的机会啦吼，所以讲这大家嘛免小失职。
这球个打拍出去，看起来袂歹，出去啊！南投县强得了1分，本来当拍平，双方只差1分咯。哇！即摆若是迄个吴教练伫现场的，伊就去甲摔无啊，讲即球拄则无应该偷走水走遐济咧。迄拢过去啊，迄拢过去啊，迄拢免去想，咱来看吼。对教练的期待就是，这个囡仔吼，我都好继续表现出来，少迄个气势啦吼，直直都表现出来就好啊。是啊是啊是啊。啊，这个时阵啊，搁伫遐咧想讲，到时咧劫杀啦，莫劫杀死去哦，是毋是啊？但是啊，劫杀无死，这个打架无一定嘛有拍一支断腿弹，歹讲哦。对对对，这守护的这个。过去就莫去，对啊，过去就过去啊，想啊，过去就放好过去啊哈。这个千金难买后悔药啊。拍了太水了，太水了。这球真正是袂歹啦。双方只差1分咯。无啦，双方会当争到这个阶段，其实是会当，其实是两边的实力拢差不多啦。哇，这球对中撑过咧，哇，南投县的气势起来咯。要走啊，二垒高的副门，下副门，下副门，哦，到！有较慢啦，吼，较慢嘿，但是就有迄个气度要走到二垒去。应该是。不过裁判，教练辅助判决，辅助判决。要用在那 video replay。没错，有要求。但是一般来讲，辅助判决的时阵吼，咧 video replay 时手臂袂使动啊。对啊。裁判爱叫手臂动的。来看一下这球，但是球身高有 take 到无？哇，咱即摆咧看这个慢动作哈。嗯。先进来，先进来。台北市叫因个这个那个先进来。遐咧，这个算比赛，遐咧伫咧竞，吃到了 ，take 哇，还个放较慢呢，技术委员甲看会更清楚咧。是，迄个差不多爱跳转去差不多第5格啦吼，到底是到底是卡身高还是卡车上方时阵，接到球的时阵，是毋是有刷过来？这个角度看下，拄仔去抓着，会去抓着。对。9点级吧，嘿。对。卡嘛到底啊？你看嘛。哇，多好角度差一个。无，这个角度看起来，会使搁加看几下，嘿。对这角度搁试看卖。哇。摸着迄个摸着骹床的瞬间哦，伊骹那是嘛要踏落啊，但是迄个后骹后倒迄个说，是毋是一定入去啊？搁万人。我摸着骹床的时阵，骹到底是有高无呢？这对技术员即摆来讲是一个足大的考验啦。对。伊可能会要求佮加看几下。咱比赛呢进行到即种呢，进入了真大的变化哈。到底这个出局数到底是有准绳无呢？所以讲我拄则无应该讲比赛进行要小紧即个话，歹势。棒球哦，足惊去讲着比赛进行了足紧。对。所以讲，大家当豆豆看吼，伫电视机头前的观众啊，你嘛当看卖讲，到底这是有算出局无？但是咱来看嘛，一垒迄支啊，毋有翕到无？一垒迄支啊有翕到的，啊无就是中外的迄边啦吼。中外野按拄则是用中外野迄支啦，对。中外野迄个可能掠啊，一垒即支看有去翕到无？啊，不过是其实是这个线打球传了嘛袂歹啦。拢真好，嘿，拢真好。是一个真接近的判决。这个是击败的瞬间啦吼。有着懵着甲咧骹踏咧，这个即马真歹判断，真正足歹判断。对。咱即马嘛是咧继续咧看这个 replay 啦哈。哦，外野的妈妈讲 safe 啦 safe 啦，等下当讲 out 咧，这里是南投县的这个爸爸妈妈。连这个看安全就垒迄个动作嘛，遮水的，你看嘛。哦，佮知影跳舞的。这若这倒一个，咱来甲访问者，看倒一个家长。啊，这家长真会跳舞，
dance 哈，上有现的这个家长南投县啊，对啊。伫内口安尼，雨也来啦，吼，日头也来啦，规身躯干。找一个角度，即球哇对遮看哇。就啊无法度，嘿，这个角度这角度嘛无法度，对。哇。这对于技术员来讲是一个真大的考验。但是我是感觉讲，像对恁咱来讲啊，每一个打击，每一个守备做到尽力就好。safe 吗？哇！总是要做一个决定出来了哈。哇，爸母啊，我走来离队哦。这个拄则这个离队的这个走者有对外野的爸爸妈妈一手啊，讲我走来，无问题 safe。这个比赛当继续进行啦。所以讲，对这个台北市来讲，来较紧张吼；对南投县来讲吼，离队的这个走者刚走会倒来的本垒吼，是一个这场比赛上大的关键。无对，但是咱即摆看来啊，后番的咧拍球吼，伊迄个滚地球较济啦，这嘛是爱考验着即摆守备这边的稳定性。是。即摆台北市因为这个状况啊，开始换投啊。跟换一个投手，即摆起来是这个5号吼，台北市的5号是5号本来是守三垒，对，即摆调来做投手。张一伦，154公分，哇！这场比赛真正是好看啦吼，双方拢无放弃。张一伦这个选手，咱来看卖吼，身材无真好，但是吼，迄个困头真好。你知影困头真好？咱台语咧讲，迄个真壮硕的困头就好。而南投县代表队目前站上场比区的是背号8号古胜明。南投县嘛起来是8号吼，吴胜明。伊顶前一届是拍去二垒守备吼，迄个4-5。所以伊会倒拍向二垒去呗，咱来看卖。对。哇，1分差的比赛上紧张啊！第一球是歹球，因为对上有人投手爱去受指爱摕啥物球吼。这个时阵要牵啥物球吼，拢会去看教练的指示啦。靠教练的配球吼，这球我那里来是一个好球。这个伫外界的位置吼，看到真水，过来佫有速度。一好一歹，双方只差1分，两个人出局，离队有南投的走者。一粒紧的外角了，佫过来骗一粒变化吼，走外角就去互骗去。所以讲，对投手来讲，我投了就当解决这个打架。你讲会使遮轻松啦，但投手即摆压力看偌大，足大你袂使叫我来投啊！哇，这球，哇，高赞5安安3球3胜，这球解决了这台北市上大危机吼，双方只差1分尔，4比5差1分。两边的这个安打嘛已经拢卡到8支啊。南投主要是加一个迄个4-5啦吼。对。迄个4-5可能差1分啊。足严重的嘿。对。哇，比赛进行到这个中阶段吼，比赛的这个胜败佫还袂出来吼。每礼拜3暗时10点吼，就遇到咱的这个青春人的梦。教练，您今年敢有这个东华联盟、东岸联盟？为着疫情的代志吼，所以今年取消这个比赛。是哦，真可惜。
大家嘛拢足期待。对啊。大家嘛拢足期待，想安怎外办，大家嘛会当去了解这个吼。原因啦。原因对啊，因为去年佫讲啊，真侪讲要请日本的这个社会人来一定过去嘛有请日本队来拍啊，咱业余的这个球队对这个迄个落东华的这个联盟的比赛吼，有咱真爱。所以讲，爱等疫情的这个较无遐济，才来试看嘛，对对对。所以进行了5局的后半局后，台北市的进攻双方只差1分的状况之下，台北市要开始对着这个9号开始第3棒的。对，无第6棒林书宇吼，拍摄等于收倒外野。连续对啊2粒歹球。南投县的投手即马嘛是整一局就一定换7号呀，高龙岩。连续3粒歹球。3粒歹球。对。歹连3歹啊。到底是歹球还是歹球啊？歹球。你讲歹球好，歹连3歹。上一个好球队来吼。这哦，爱做1好3歹。这嘛爱去问一寡专家，看咱讲了对毋对？因为有一寡人是讲歹球，一寡人是讲歹球啊。哇，拍着空气吼，2好3歹满球数，投手用到76球哦。这个球完全叫调掉，对。对南投县来讲的，因这投手是明仔载佫袂当起来啊，因为比赛可能整到明仔载吼。哇！这球拍出去，哇！是一支倒外野安打，即马打者无讲走介远的。伊哦，打者咧拍的过程，拍去就是全力打，所以开始走的时有较慢。对。啊，发现这个球吼无神着，伊想要咧走，袂有啊，哇！我伊到年10档后，也是讲啊，我细汉有一粒球啊，本来是讲是全力打，底个无全力打安尼吼。袂啊，这咱即马有转播吼，这未来拢会使做一寡互因的记录安尼。对对。我相信因的爸爸妈妈有可能嘛，这场球会当甲录起来。对。啊，这就是囡仔成长的过程吼，一个真好的画面。对啊。本来2垒安打变做1垒安打吼，为什么会安尼呢？无啦，这吼记录嘛是1垒安打，但是咱咧看的时阵吼，是讲啊开始啊较认真走，可能就2垒啊。对。这球对中冲过，无问题吼。即马中华也圣诞的甲球摕到了后咧，要来传3垒啊，这就有差啦吼，但做迄粒球也变成去走2垒安打时，这粒球是对，搁第1分啦，对啊。所以讲这个无啥物后悔药啦，千金难买后悔药。接着轮至背号1号陈宇安。投手已经用了要80球啊吼，是毋是有较忝啊？顶一局嘛拍真久啊，敢会影响到投手？哦，这悬。一般来讲哦，80几粒。以教练的心态讲，也就用好了啊。对啊，规矩吼，用明仔载莫牵啊呢。对啊，反正明仔载都已经袂当牵啦。啊，就干脆用好了安尼。对啊。伊有可能会安尼想法啦。但是这差1分、差2分，对未来影响真大呢。这球切到了啊！这外野要来信心无着。哇，这粒球足歹收避的，对吼。二垒要退嘛歹退啊！这外野要进前哦，所以。真歹去判断啦，2个拢歹势。是，所以讲即马变做是1、2垒有台北市的走者，这个台北市佫得到1分后6比4。走来2垒发生了什么问题吗？骹那小可去救着，所以这囡仔足拼。是。足拼的过程哦。有当哦，迄个会较无注意，较无去注意着身体状况。是。大腿那小可去救着。
区的是背号10号邱国宏。所以是这个台北队的10号啊，邱博宏，今日的第9分，81球，投手的柯阳，第一球投出来是一个歹球。哇，这囡仔真有精神哦！看起来这个136这个走架时阵，还先喊一声这个提管这个士气啊！是吗？目前来讲是无人出局的。对台北市来讲是一个真好进攻的机会啦，当然袂当放弃啊！这球对中冲过了，投手过了，二垒手了。一个中华要要传得来，敢会负袂负？无做刺杀的迄个动作啦。是啊，所以单出入来拄好。所以讲搁伫1分吼，台北市即马7比4，即马领先3分吼。即马1-2到台北市的走架，当然对南投县来讲，一个出局数还袂摕到，是真危险的代志。是。哦，台北市两边的这个比赛吼，顶一边是拄着中华队啦，15比0，啊，这个屏东队是这个15比0吼，两边拢是15分啦。对对对。已经结束。场上盘从现在有队更换投手，摊上背号1号吴宇哲。即马南投县开始换投手啊吼，用了这个吴宇哲、吴宇哲来起来投球。目前登上打击区的是背号11号王吉祥。投手投出了第一球，哇！捕手无伸着了，这个三垒手着伊免去投啊。即马这个二垒的走者走来三垒，但是一垒无启动啊。这球外角较低，歹球，选了真好。对欧金雄来讲，当然即马第一志愿是全垒打，第二志愿是这个安打就会使吼。这球，哇！中华也接到，线打，是倒华亚接到，我遮看甲都是中华亚，歹势。left 即个阮我接到吼是一个高飞球，即个球拍得真平，对，平飞球，吼。三垒敢有走倒的机会？无，因为伊若吼拍一个瞬间吼，三垒走者一定先离开，啊，哇！所以伊发现神着要搁倒转去，要搁走，无机会啊，无机会啊。好球！即马台北市起来是张一伦，154公分，正投正拍，投手投出第2球，歹球，一好一歹。像咱看拄则这囡仔有野手啊，其实拢是咧看这个教练的指示吼，双方拢是教练咧对决啦。但是仔囡仔举起来，表示你教练拄仔做的暗号，我看毋捌，你搁一解。
搁定做一届，啊，这拢会甲教练互相啦吼，有一个暗会啊，咧交流。是2号一派。第三队即马有台北市的走者，这球哇！这个球吼，看保守伸球的动作，可能是甲投手之间的咧配球，无看了唔对。2号2派，可能保守是因为你即个是要牵紧的，你忽然间来牵一个变化球。是。保守徛伫较外界位置，但是这球拍出去了，3垒手稳稳啊传2垒，搁传1垒。哦，一个相杀的手臂啊 ，nice play 啊！这局呢，台北市呢，搁得到2分，最后这局是7比4哈，3个人出局。即摆咧 replay 吗？看这球是卡身高还是球身高？即马即台北市咧补大本垒吼，若是讲即球是safe的话，一球先，哇，这这边这个角度，咱再来看卖者。看一个角度试看卖。这个看，我都看到，哇，这个哇，拄啊好，镜头而且再无 take 到，搁小甲往后一个过，不一定。所以讲，为什么这个峡谷社杯有电视来转播吼？拢是要靠咱的这个摄影机来看这个破决啦。这个可能会较好看一寡。是。这个会较明显些。真正接近嘞。真接近。来看一下主审要安破吼。所以讲，这个走者打者的这个跑步的速度嘛是爱练。一定要专心。对。伸到球的瞬间，看我都停格。对。这个看。这要搁一个新的考验，足接近的，足接近的。这个咱公司第一代呢为大家准备的峡谷社杯少棒比赛呢，因为这个比赛时间有可能超过下晡的3点吼，所以讲等者3点了的，咱会切换到公司第一台节目，但是伫网络顶悬的你看这个转播的朋友吼是无受到影响啊，请你继续用这个公司第一台的 YouTube 直播来看这场比赛。我拄则伫遐讲小紧，真正是错误。但是你是有即个台湾职棒啊，为什么会时间拖遮长啊？时间拖遮长啊？对啊。迄个大家拢是大家拢怪投手啊，对啊。过来就有一寡打击的表现了真好啦，啊，最近也定看到真侪大局吼。大局当然的时间就拖去啊，是啊。但是比赛若前3点钟，你感觉对3点半钟，你感觉对这个职业棒球来讲是好还是歹？3点半钟，久会当接受啦。是。哇，教练跟因较早咧转播职棒，拢4点钟、5点钟，所以讲我讲3点半钟，即摆是有拍阵。实是安尼就会使了啦，莫超过伤久，莫个拍到咧半暝啊，就足歹。你之前有报过到几点的？有啊，我甲徐展元那是伫花莲播到要1点啊哦，12点多了哦。12点外吼，哇，什么款的？因为落雨。落雨啦。整理场地，搁停拍，搁来拍，啊，整理场地，搁拍，整理场地，搁拍，所以时间直拖去啊。是，我迄场我有印象，会当整超过12场，我拢有印象。系啊，这嘛是我一个记录咧。是。所以讲你，嘛有一场是整到17局嘛。这个
到这个冠军赛，这个统一队兄弟，双方嘛是争到这个真久的时间。你就哇哦到，所以一定讲起来，一定这个吼 video replay 一定尽力啊啦。老实讲，这个画面来讲，对教练、对啊，都技术员有诶无吼来看这个，那个是真大的挑战嘿。是。这个比赛进行到第5局后半局已经结束了，3个人出局，双方7比4，差3分。哇，这个破关对南投县来讲，迄个气势阁起来哈，但是南投县只剩1局的这个进攻的机会啊，伊这局就至少要得3分，才有法度会当延长比赛。延长了。一般来讲吼，咱会讲6局从上半的攻击啦吼，毋是最后一个，因为这比赛有突破僵局的啦吼。是是是。啊，你也真歹讲咧吼，所以毋是最后一局。想讲金宝啊，难得来报一局啊，报一场，等到钱领无比人较济，啊，时间阁比人较久，对无？有互你做主播一定足欢喜啊，莫阁怨叹。我无咧怨叹时间长，我是无怨叹时间长短啦。去年有12日一直咧落雨，伫遐报到暗时啊10点，对无？11点哦，迄天哇，嘛是照报啊。对。咱即马有球好看吼，啊，搁遮囡仔咧表现遐认真，互咱看，啊，咱搁有法度做球评，迄是足幸福的代志呢。是啊是啊是啊，爱感谢这个天公伯哈。无毋对，无毋对。无毋对，你看今日嘛好天啊，但是拄则雨搁继续落的话，比赛搁要暂停啦。现场时间是下晡2点43分，头前即摆看到是公司台一台为你进行的这个南投县对着台北市的比赛，下个下晡的这个比赛，倒一队今日拍赢的，当和这个汤冠吼来摕到这个冠军赛资格。目前场上打击的是背号11号廖品燕。所以呢，咱看到是这个廖品燕的这个打击吼148公分。投手一个好球，一个歹球。南投县三垒的迄个指导教练吼，季教练，其实赛前我有讲过啦，非真感谢迄个中信吼，迄个慈善迄个基金会啦，5号人啦，对。啊，互因安尼赞助，我都来比赛。啊，当然。新北市毋是台北市这队张教练伊嘛是有讲到的，伊这边是富邦基金会来个，啊，这个校邦的经营，我老讲是真辛苦，所以一定要有真侪社会吼，社会人士的关爱啊，像一寡这有时阵会讲迄个，恁仔咧这腿啊无够啊，爱买腿啊，球无够爱买球啊，再靠加这个社会的人士来一定来到啊，因为咱拍棒球哦，老实讲，迄个器材足贵的。是。即马2好3歹，满球数，关键的对决，拍出去，好多个，出了界外。双方3分差的比赛哦。对南投县的，就是想要搁抢分尔。对，南投县即摆这个时阵，就是爱看伊的攻击。之类。看到表哇，有紧着，嘿。所以这个时阵选球的力量也提高吼，压迫落伫手臂这边。是啊。靠着一个真袂歹的选球吼，即马这个大家走来一垒变做抛架。刷连到这个1号吼，吴哲148公分，正投正拍，投出投出，拍出去，出了界外无成着，无死。这个界外基地有够远啦，啊，搁拄啊伫咧墙仔边，所以一垒手啦吼。伊要挖树仔边的时阵，要伸的时阵，安尼当用触的方式，这不但会使想把身球以外，搁用保护家己，所以这嘛算练了真好。没错。
一好球，一路有单刀关走架，投出个投，哦，这粒较来角，小可闪一下，记一个歹球，一好一歹。台北市这个投手用了13球，这球哇拍得袂歹，真水真到水，这往下去，哇是一个一垒安打吼，这个投架呢对一垒走来3垒哦。无人出局吼，伊3垒有走架，你看这对手臂这方面的压力就会增加。是啊。双方只差3分哦，即马1分2分，第3分要徛起来打击区咯。即马台北市的教练看起来一寡调度的即个部分哦，还是要甲投手讲一下啥物交代啊？应该是啊，投手提醒一寡接落来吼，要安怎来应付。对啊。啊，面对的打者有可能有啥物的状况。当然，总共一句上好就是对伊来鼓励啦，互伊信心啦吼，伊就法度表现啦，嘿。但是你像主角迄球啊，这个我打架走来一队无冲去二队吼，因为即马是得分较重要，所以讲小可有即队的效果袂使。对，爱保护家己啊。公司第一台为你准备峡谷城杯少棒比赛吼，比赛进行到这个2点48分。虽然讲这个比赛有可能延长，有可能无延长吼，但是爱看大家计提醒讲，咱3点阁有精彩节目为你奉上吼。你若是想要继续看峡谷城杯超过3点的话，哇，高拍呢，真高拍！哇，这球拄啊吼，伫外角较悬的所在吼，拄啊用倒手这边的所送的。反方向啊，对，华裔对反方向。即马1垒有人在这个南投关的第5分已经入来。高拍，这个囡仔犀利啊！这棍球的球小较悬尔了啊，拍击的方向有够水。但是倒话也有收了较浅淡薄，所以讲真紧来甲球传倒来。这球拍出去，稳稳传2垒，搁传，1垒无传。袂负，卖传，嘿，较安全。2垒的走架走来3垒吼，这个走架走来1垒。所以讲，这时啊，吴教练咧讲的迄个上三手边啊，就是有可能会变做。哇！大家若是无看到这个手臂的话，会当转咱的这个 YouTube 吼，会当看咱的拄则这些吴教练讲了啥物吼。对。投出排球。刷起来是这个南投关的第10号吼，尚宇sen152公分。投出，好球，一好一歹。投出个投，哇，闪了外角，对。目前一人出局吼，伊3垒拢有走架。对啊，1队的走架可能爱试看卖到有这个，敢会当投垒。这个投手球要袂入去甲本垒迄个本垒半进前是袂当离垒啦。你若是要投垒的时阵嘛是球爱保守，你才会使走。所以这个比赛规则是袂使你离垒的。应该是无投垒的机会吼。即马目前个2分的2分的差距，2好2歹。这球好出去，出了界外，好鲁波，无记好球数。
两好两歹一个人出局，即马伊莎瑞有这个南投县的招架。到出，哇，保守动了真好。对，这每一个球都袂当留去哈。对，这球若留去就搁三垒都有机会入来分啊。对啊。所以保守、投手每一个所在，然后对守备来讲拢真重要。是。两好三歹，这球拍到真悬，拍到真远，但是无够远，所以讲这是一个牺牲打，高飞牺牲打。南投县已经得到第6分咯。哇，这真正是这个南投县吼，虽然讲所有选手这个球拍的瞬间哦，拢足紧张，紧张啥？紧张那球飞出来，所以大家拢伫遐呢，迷迷唧唧咧看咧中华呀吼，到底是安怎咧处理？所以你看伊伸着球传转来本地，我大家欢喜甲安尼走去甲握手。现场时间是2:53分后，等者咱伫这个2:57分的时阵，伫公司第一台这部分呢进行了咱的这节目吼。你若是想要看峡谷双杯棒球赛的话，请你到公司第一台的 FB 啊不，到个公司第一台 YouTube 吼来看春的这个比赛吼。南投县即马起来是单北5，到出。哇！对中撑过，大力队3个人出局，无问题。哇！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台北市最后以7-1分差赢南投县，得到明仔冠军赛门票。哇！教练，你有啥物意见？我绝对袂唔当意见，我爱甲这两队吼，这两队的小朋友来讲，实在是表现了太好了，不管是。投手方面，不管是打击方面、守备方面，两个拢会使讲哦。教练训练这选手训练了非常的彻底，啊嘛真好啊。迄个棒球的知识啦方面嘛，拢表现了一个讲真有训练的一个也落阶段。两队拢真好，爱互因掌声。咱伫明仔载10点会有另外一场峡谷社杯的季军赛，向大家见面。咱小弟继续是条公司第一台，我是这个金宝，伊是这杨青龙。大家好，谢谢。好。